是桃园的大园啊，昨早起8点外，通勤的尖峰时间，发生一件使人惊狂的车祸。一台沙石仔车向上偏过道边，直接驶去伫车道中的庇护岛，然后弄到机场坐运的桥墩。车斗的沙石仔砰砰响，真侪过路的驾驶着青惊，赶紧闪。讲是因为沙石仔车的驾驶细心，才会出车祸。 一台沙石仔车向向往中线偏，无减速直直驶过，上到条超过30公分宽的安全岛，闪一个，刷落来继续向前，去弄到机场捷运的桥墩，弄一个真车力，车道顶悬的沙石仔拢落个土沙粉啊，迎碰碰。经过驾驶看到车祸现场，拢踹一个，赶紧闪开。 惊险的车祸就发生伫昨早起8点外上班时间。 救护车赶到位的时，沙石仔车的车道往正边起，车头弄到桥墩，损害甲正严重，加在驾驶有走出来。我就坐在这边，就听到嘣一声啊，然后就出去看，就撞到了。人还好还可以下车还好。去问他说意识清楚啊，车子蛮惨的，应该报废了吧？桃园市大园区三边路二段，沿路咧做工程，车祸路口是角度无介大的弯。 吊水沙石仔车驾驶疑似是细心，才会出车祸。疑似精神恍惚，偏离车道，撞击中央分割岛之捷运工程石墩，并波及对向车道61岁陈姓男子驾驶之自小客车。因为案发现场是交通要道，捷运桥墩轰隆这里也真严重，大家拢真烦恼，敢没有影响？受撞击的捷运桥墩呢，初步检视呢，仅有表面没有损耗，并没有结构上的一个损害。 刚才捷运的桥墩甲结构拢无啥要紧，吊水驾驶人也无安怎，是讲弄一个才吃力。除了修理的费用惊到人，也爱赔偿其他受牵连的车辆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